生查甫甲生查某，有人类学家认为，咱台湾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。原本伫台湾的原住民族，大概较无重男轻女的观念。有的原住民族，亲像讲布尤玛、阿密斯，佮甲生查甫的当作是弃倒了，生查某的才是有趁的。甲长山人的文化煞是颠倒柄，因为因是母系的社会，生查某会当带一个翁婿入来斗做事。咱台湾有透纳着长山血缘的白人，受到长山文化的影响，想讲生产后代是达人的责任，就爱负责任生查甫的来疼后代，才是有效的。以早囡仔娶某未生后生，做翁婿就自然会当搁娶细姨，一直到有后生才要煞。有时搁惊毋拄好，会有三长两短，一个嫌无够，上少爱有两个来斗才会安心。啊若无，就爱去甲人分转来饲。大汉通做香炉鱼、芳豆兼汤香火。其实，根据美国的 C.E. McClure 博士伫1902年的发现，生查甫也是生查某，是由查甫的 X 甲 Y 染色体来决定的。也就是讲，未生查甫的责任是伫翁，毋是某。若准大某拢未生查甫的，细姨煞会生。无定着若用当今的 DNA 来检验，迄个后生是啥人的囝，要真拼咧。啊，互人离出去的大某佮登记，无偌久人就生后生啊。安尼就是原本做翁的伫卖生牵大厝边嘛。照顶面所讲的传统不好有三，无孝为大的思想，敢也有偌大的意义？作者陈宪国。